你究竟经历过什么呀？高山，你和秦深深的恩怨和他无关，一开始你就错了。放他走吧，趁伤疤还没有被撕开，别毁掉他的人生。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没有切身体会，所有的感同身受都只是简单表达善意而已。林墨，我不希望你成为这种人。你是大龙集团的千金，所以就算你跟秦深深的关系再怎么样，一出生你都注定长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，船上什么都有。我呢？我早就被人踢下了船，在海上抓着一根浮木飘啊飘啊，随时都有被淹死的风险。结果你还问我，你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的风景？高山，我是个成年人，我懂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也清楚地明白咱们之间的所有的问题。我以为你会懂我的坚持，就像我也懂你那样。我不会轻易改变的。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彼此是不是合适？你说什么？高山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这债你必须还。好。我引开他，分开跑！不行，他冲我来了，分开跑！我引开他，不行，他已经疯了，这离出口近。赶紧找人过来抓住康明，我的命就交给你了。好。